大家平安，欢迎收听10月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旅程，终于看见救恩了。读路加福音2章1到52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主啊，你已实现了你的应许，如今可让你的仆人平安归去。路加福音2章29节。有关于耶稣的降生，在应验之前数百年，其实已经由先知所预言。若是从数学的或然率来看，预言的应验是极其不可能的事。彼得·史东纳以现代科学的角度写了一本书，指出8次预言得以应验的几率约为10亿分之一，就是1之后加17个零。史东纳进一步说，如果把10亿个银币平铺在德州的地面，那将高达2尺厚。如果将其中一个银币来做记号，然后混在所有的银币当中，请一个人蒙着眼睛去把银币找出来，就是做记号这个银币找出来，其成功的可能率就如同先知预言基督降生所可能应验的几率一样渺茫。然而在2000多年前，这个预言真的应验了。我们来看上帝的应许与信心的期待。这是一个关乎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被迫远行，玛利亚还带着身孕因为罗马政府要求人们回到户籍地来办理户口普查，这也促使原本会生产在他的故乡拿撒勒，就是他们原本居住的拿撒勒，然而因为户口普查，他们不得不要回到他们的户籍地，所以就成就应验了先知所预言的。这个旅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艰难的旅程，尽管如此，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向前进，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信心是支撑他们向前迈进的动力。所以我们看，当玛利亚和约瑟前往伯利恒，发现无处可住，客店都满了，最后耶稣降生在马槽里。这一切看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却是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需要记住上帝的应许总是在我们生命中觉得最不可能的地方实现。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永恒跟日常的交汇随之而来。在2章8到20节里面，牧羊人在夜间看到一个天使，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救主今夜降生。这个惊奇的时刻发生在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提醒我们，上帝的伟大工作可以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出现，每一个平常日出现。我们需要保持敏锐，才可以看到永恒跟日常的交汇。这些人在夜间守夜，突然天使向他们报佳音这群牧羊人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他们
就起来行动，急忙去伯利恒查验。结果找到了耶稣基督，他们亲眼看见，他们的信心是仰望的信仰。他们不仅相信，而且马上行动。他们寻找并找到上帝所应许的。我们的信心不也需要这样吗？需要行动，需要去查验。第三个是等待的信心哦。路加福音2章21到35节，我们读到了一位公义敬虔的老人家，叫西面。他用一生在等待犹太人的救主。他在耶稣受割礼的时候，与婴儿和他的父母在一起相遇。西面等候着上帝的应许，直到他在婴孩耶稣的身上看见救恩，满足了他的心愿。他的信仰是忍耐等候的信心，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必在他眼前显现。果然真的应验了，因此他歌颂神。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有时间的等待，但当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更有盼望，是充满感恩和喜乐的时刻。所以他竟说了一句话：可以平平安安让我归去吧。第四个，我们要来看见成长与智慧。在2章40到52节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圣殿当中跟人智慧的交谈，也看到他的智慧跟身量的成长。经文提醒我们，信仰不仅仅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不断追求智慧和灵性的成长，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看见神所应许的救恩。弟兄姐妹，信心之旅是一场充满挑战和奇迹的旅程。我们从今天的经文这些故事里面学习到，我们看到一个关于信心之旅的故事。从天使应许玛利亚要怀孕生子，一直到成就应验，到智者的寻找，再到耶稣在圣殿的教训，最终的结论就是父母的忧虑和耶稣的智慧。圣经经文提醒我们，信心这个信心之旅可能会充满着困难跟挑战哦。但当我们确认这是从神来的应许，寻求他的荣光，并专注在他最终的真理，我们会在黑暗当中看见救恩的亮光。这些故事都是在鼓励我们永不放弃，坚定信心不移，让我们信靠上帝，走在信心的旅程。因为有一天我们在生命中必看见主所应许的，他必定要成就应验。我们来思想，你曾经有等待的经验吗？那一个等待已经成就，让你觉得满足吗？还是你还在继续等待当中，让你觉得怎么等那么久，有一点沮丧，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一直陪伴带领着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像那些智者一样，在寻求你的真理，寻求一条恩典之路，即使是在黑暗当中也能够看见光明。
求你帮助我们学像主耶稣你一样，在信仰上不断的追求灵命的成长，满有主耶稣你长成的智慧与身量。愿我们的信心旅程充满着爱、希望和喜乐。我们知道你的救恩必定成就，你的爱永不止息。也愿我们所经历的救恩也能够与人分享，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看见神的救恩，你的心中充满平安与永恒的盼望。我们明天再见哦。